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56%，深成指涨0.52%，创业板涨0.44%，都是涨的。金融消费者应该是又多收了3-5斗，但是这个成交量下来了，只有1.76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少了2300亿。全市就两个市场超过4100只个股上涨，是个普涨行情，表面上看还是不错的。实际上成交量下来萎缩的这么快，说明这个也就是最后一冲，更多的活跃的资金已经见好就收了。这个行情是什么行情？你从今天这个板块来看，实际上就是 DeepSeek 引起的科技股这么一个浪潮，这个和前年春节 ChatGPT 引起的浪潮是一样的。大家还有印象吧？就2年前应该是春节期间，也是 ChatGPT 突然爆火，资本市场一轮炒作，后面呢一地鸡毛。这我不是说 DeepSeek 不好，我是说资本市场炒作这一块。从这 K 线上看，你看连拉3根阳线，好像是什么红三兵，但实际上不是，它怎么看都是没有形成有效突破，量这一块还是有欠缺。这2天恐怕就要变盘。如果你还记得当年 ChatGPT 炒作路径，那么你就能预计到连续爆发有几天的这个 DeepSeek 还能火多久。昨天就是上个交易日沪市是一根长的上影线，今天又收了一根阳线。目前指数反弹过程中遭遇了强大的阻力，短期内能否持续上涨，也就是说明后天这个还有待于观察。对科技股板块来说已经出现分化，总体上他们已经处在这个阶段高位，也反弹的差不多了。说实话就是这个意思。你从今天的市场表现来看， DeepSeek 概念为主的科技股是市场的绝对的主线，但是两市成交相对萎缩，资金主要集中在科技股这一块，也就说明市场仍是结构性的反弹行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还有上周五都是跳水走势，后来都是科技股突然被拉起来，今天下午又是这样。这今天有人统计 DeepSeek 指数节后一度累计上涨35%，这个涨幅已经很巨大。据我的了解，有很多科技公司跟这个 DeepSeek 跟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八竿子打不着，没有任何关系，纯粹都是金融消费者自己在那儿臆想。当然了，也有这个公司蹭流量，比如说这个360，还有很多公司一个上市的科技行业上市公司花了5000块钱买了 DeepSeek 的一个 API 接口，相当于付他一笔费用这就是大模型，这就是人工智能了。这种它股价也能暴涨30%，你说这个有什么道理可讲？这不是赌博又是什么？当然了，这种好歹比炒东南西北中发白七个葫芦娃好歹显得有点逻辑一点。也就是这些所谓的科技股，他们好歹跟那个 DeepSeek 沾了点边，买了人家一个接口，有的恐怕就本地化部署了一套 DeepSeek， 但是这些跟你的大模型跟你的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呢？照这么说的话，我也是人工智能，我早就开始用了。但是咱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 DeepSeek 这一波概念，因为它是中国本土的公司，所以它对中国本土的资本市场它的影响恐怕比那个 ChatGPT 要稍微远一点，要深一点。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未来恐怕在2025年，这个 DeepSeek 这个概念恐怕要反复的要炒作，所以沪市的金融消费者应该把握好节奏。我们再看说外资机构又集体看多中国股市。首先是高盛，他乐观的预期下，民盛中国指数今年将飙升28%。瑞银说的呢更加直白，他说我们接下来会黄金10年。现在外资都纷纷唱多中国资产，但是也有不同观点。这个大摩他说我们走不出通缩螺旋，那到底相信谁？都是外资机构。我们看看这个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数据，最新的 CPI 和 PPI 数据PPI 依然处于负值区间，是负的2.3%，
也就是我们当前依然还处于通缩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不去看那个 CPI 数据呢？因为那个数据相比较 PPI 来说，参考的价值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生产者指数、价格指数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为什么我们走不出通缩螺旋呢？根据该机构最近发的一个报告说，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我们中国人创造了全世界整体工业产出的 29%， 但是中国人的消费只占全世界消费的 15%。 和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美国的消费占全世界 25%， 但是他们生产只占全世界 12%。 那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最勤劳的，创造了全世界最多产品的中国人，在消费方面却是这么少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大头，我们的大头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手上那点太少，不足以支撑整个消费，就这么简单。那只要韭菜牛马996没钱，那哪来的消费呢？一边把牛马韭菜创造的财富集中起来，一边又让牛马韭菜消费，让他们去贷款，然后告诉牛马，你富有四海，山河日月都有你的份儿，但是你不能用，你看也得花钱。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大摩他妈更值得信赖，就是更有可能走不出通缩螺旋。外资机构天天闭着眼睛唱多，恐怕也是一种叫自保。还有一个数据也能说明通缩的压力更大。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因为有很多博主这当然都是一些自媒体财经博主，他们就说我们要通胀，因为一通胀，你存在银行的那钱就要贬值，所以大家还是难免担心出现通胀。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在通缩。哪个数据呢？就是 M1， 央行公布的 M1 主要是企业的活期存款，它既代表了企业的经营现金流，也代表了企业家的投资意愿。企业如果想扩大再生产，就需要钱来支付生产资料或者设备，这个过程是企业存款活化的过程。也就是本来企业把他的手头上钱都存定期，这利息高，或者是去理财，现在他为了支付更多的工资，为了买材料，为了支付，所以他的钱定期的变成活期，这样便于支付，所以也是企业的资金活化的一个这么过程。这个就是 M1 领先 PPI 核心逻辑。根据这个图表，有人把 M1 和 PPI 连续几个季度拿出来比较，得出个结论这 PPI 在2025年上半年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并且认为在2025年依然很难回正。通过对央行资产负债表做滤波处理后可以观察出库存周期和经济增长的动能。一个3年左右的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已经走完，2025年是走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且从动能上看，下跌处于边际加速的阶段，也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加速下跌的过程。那么得出结论说，我们当前类似于1980年日本会走黄金10年，或者类似于1990年会走失去了30年这样宏大叙事，就这些咱先不提了。从短期看，就1年来看，不要说太远，就1年，我们2025年经济基本面压力巨大，通缩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双向扩散的可能性更大。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什么通胀，现在担心的是通缩。眼看着2025年2个月要过去了，这些财经自媒体所说的什么放水通胀，你看见了吗？在哪儿呢？我们再看看胡锡进老师，胡锡进老师对这个 DeepSeek 也是非常有浓厚的兴趣。他今天在网上发了个评论，因为最近网上有很多人都在反思嘛，因为 DeepSeek 一火之后，很多城市又开始反思，就像那淄博烧烤火了以后一样，很多地方文旅部门压力就非常大。就为什么你淄博那个烧烤能火，为什么我们这儿就不火？我们这也有资源。DeepSeek 一火之后，很多城市也感觉脸上无光，就是要反省，说为什么 DeepSeek 没有出现在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江苏省委机关报就 DeepSeek 发文追问，江苏省委机关报连发3问，说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6小龙？
我也不知道杭州六小龙是什么意思啊，搞得杭州还很厉害一样。那胡锦老师对此进行评论，他说江苏相当于网上机关报的交汇点客户端，连发3篇专稿文章，三问南京的新兴产业为何落后杭州。题目分别是 DeepSeek 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杭州有 DeepSeek， 南京有什么？本省主流媒体如此反思本省省会如杭州创业氛围等方面的差距，这在当下非常罕见，这让这些标题有了更多的力道，冲击感扑面而来。说7日、8日连发的这3篇文章，从 DeepSeek 的火爆现象出发，进而延伸开讨论城市对于新技术产业的吸引力，赞扬了杭州在移动互联网红利见顶时率先开启硬核创新的转向，形成新的产业土壤。文章将南京与杭州对标，对比了在发展、产业和氛围等诸多方面的不同，承认杭州六小龙狠狠破圈，让南京人也很震撼。他们抛出一连串疑问：南京原本什么都有，却怎么没有诞生一个轰动世界的市场化面对老百姓 AI 巨头或新兴产业巨头呢？这个问题与之前南京为什么没有发展出互联网巨头，南京为什么没有诞生出新能源汽车品牌或整车巨头等类似。更笼统的总结就是中国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迭代，南京为什么很少诞生本土新兴产业巨头。文章还关注2个城市在 GDP 方面的差距。2024年南京以 1.85 万亿 GDP 总量位列第10，与杭州的差距扩大至3360亿元。南京在新兴产业方面落后了，它也不是本省第一大工业城市， GDP 远低于苏州，人们平时就有多议论。南京人在网上这种自嘲不少，但是民间抱怨也就罢了。江苏省官媒这样公开质问自己的省会，这种做法在当下同样称得上是破圈的，需要勇气。其实杭州的创新能力已经处在全国前列，在整个东亚也走到突出位置，值得把杭州作为尺子和镜子。寻找自身不足的中国城市应当有很多，江苏省和南京市却率先公开这样做了，仅凭这一点，江苏就让人刮目相看，值得尊敬。最重要的是后面胡锦老师的总结，感慨。老胡作为走了世界的老媒体人，我阅览过很多风水轮流转的城市故事，也深知城市发展起伏背后的多因效应。要想原谅自己城市错过了一个风口，在某个阶段慢了一拍，永远都有足够多的正当理由。在中国也是这样，区位、历史、地域文化底子薄厚都摆得上台面，也值得同情。但是心甘与不甘，真下决心改变还是随波逐流，过程的表现会不一样，长远效果也会不一样。江苏的新兴产业表现一般，有人以代工笼统抱怨，但江苏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仍属优等生。这个胡锦老师把江苏一顿夸，说现在一些城市很注重总结成绩，精于提炼，问题会内部讨论，但在公开场合这一淡化处理，说的比较笼统含蓄，点到为止。江苏省主流媒体做了一次直面本省省会问题勇敢示范，它很新颖，也催人深思。老胡这个老新闻希望它不仅助力江苏的发展，也能在更大范围引起触动。胡锦老师借着这个江苏省的这个相当于机关报吧，这种对自己叫直指灵魂的三问，为什么 DeepSeek 没有出现在南京？胡锦老师非常感动，觉得南京有出息，江苏态度端正。怎么说呢？只能说明胡锦老师就是说他这一辈子都在做宣传工作，就一辈子都在活在假大空之中，自己把自己给感动了。这到底他是在忽悠别人，还是在忽悠自己？或者说他忽悠别人没有忽悠得了，却把自己给忽悠感动了。不管怎么说，自己先感动一番。一个地方政府发出这样的疑问，有什么值得表扬的呢？说什么不重要，重要是做什么。我们看问题不要看表象，有的这地方报、地方政府
他为了巴结或者抬某些地方的人，他打压自己，这种手法还常见啊，就给别的城市戴高帽子，从侧面说明别人干得好，肯定别人，这种十有八九是要巴结人家，说不定那个城市出现了更大的官，你夸他就是夸那个更大的官，不就这意思吗？大家不能不多一层考虑啊！我在上一期已经说了，这个 DeepSeek 跟杭州有多大关系？要说钱吧，那是咱们金融消费者贡献的，换方量化，他割的是谁的韭菜啊？他的技术团队都在北京，服务器在廊坊。你要非说它跟杭州有关系，那就是换方量化跟杭州有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勉强把 DeepSeek 算成杭州的，又有多大意义？我记得我在第一期节目就说过了，像这种东西，它不是你这个地方政府规划出来的，很多科技创新，很多这种革命，不是你搞什么举国体制或者举地方之力发展起来的。当然有一点我们得承认，这跟那个地方政府的这种宽松的友好的营商环境有关系，你得承认。你要在东三省或者西北就很难出现这样的公司，因为这公司你活不下去啊。反过来也就是说，你地方政府要搞经济，你把营商环境搞好就行了。至于它往哪儿发展，那就看民间资本他喜欢搞什么。大家也能看到每个城市都搞什么产业园那样的园，有几个搞成了，这都是政府主导的。你比如说天津是吧，滨海新区，恒大汽车多大的投资啊，是不是现在歇菜了？这都是地方政府主导，都烂尾。所以这胡锡进在这儿煽情无非就是感恩感激。你看看政府都会反省了，以前这种事情都是私下里开会总结一下，这个敢公开出来。胡锡进说这是叫破圈，破什么圈？你政府把政府该做的事情做好，就是营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一个非常低的税收，你苛捐杂税要少，人家民营企业自然就跑你那儿去了，想在那儿折腾点事情出来。有的地方把民营企业去了之后就当做绑票，没事就过去勒索一番，罚款。咱们节目不介绍过吗？有的地方政府赤裸裸的，我把你企业搞好我可不行，但是我要是你黄，有几百种办法。那你说到这种地方去，他能出现 DeepSeek 这样的企业吗？所以说胡锡进老师他瞎感动也是他做宣传的一部分，也就是他领导你感动，也他是那个会场里面带头鼓掌的那一个，到了点儿他就是鼓掌，他一鼓掌别人跟后面也开始鼓掌，他是那第一个叫好的，当然了他也是那第一个流泪的感动，这就是叫俗称带节奏啊。另外关于前一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集采药还有原研药退出公立医院，这胡锡进老师又开始和稀泥了啊！一方面胡锡进老师说看到一些人在网上主张严厉处理郑明华医生和与他共同提案的其他医生院长们，不就是这几个政协委员上海的吗？他提案这麻药不麻，泻药不泻，建议让老百姓还能用一些原研药，就遭到了很多正能量的攻击，说这个郑明华这些医生拿了外资的好处，在网上喊打喊杀。胡锡进明确表态说，老胡要表达反对，就意思说你们不能对郑明华医生还有其他提案的代表这样网暴。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他们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做提案是他们法定权利，他们又都处在临床医学的前线，要为上海这个发达都会著名医院里的医疗服务水平负责，让自己的患者满意。他们大概用惯了一些原研药，对换用有些仿制药的药效可能不稳定的顾虑。他们不是药物专家，思考的中心是临床，他们的视角与医疗管理者会存在差异。你看看这个老胡表面上是在帮郑明华这些提案的委员说话，实际上是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又给他们背后来了一枪。你就说郑明华这个提案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就行了。你提人家什么政协委员干什么呢？如果他不是政协委员，人家给上面提个建议，难道就不行了吗？难道就可以网暴吗？所以你看胡锡进这叫煽阴风点鬼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又说，你看看郑明华的毕竟他只是个医生，他不是药物专家，所以有错误或者对这个集采药有意见，他用惯了这个原研药，对集采药还不熟，对咱们这个仿制药还要时间里去适应，也情有可原。你看他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表面是在帮这个郑明华说话，实际上是全盘否定郑明华人家的提案内容。
所以说胡锦这人这叫阴坏。他说另一方面，放眼全国的大范围时，老胡主张要相信医保和药监部门给出的以大数据为基础所做的仿制药与原研药一致性评估。好像有很多网友说现在在官网上已经查不到这个仿制药的什么一致性评估了。不是有一次很多网友发现他那个一致性评估各种药都差不多，甚至有的数字这个字儿都一样，后来人家道歉说贴错了，把去年的贴上了。我记得我妈做过节目，胡锦说现在医保和药监部门做了最新调查，得出了集采国产仿制药没有问题的最新结论，我们应当接受信任这个结论，让之前的争论平息。你看看郑明华医生说的就是你不屑麻药不麻，胡锦在这儿你看补了一枪，说我们应当接受信任这个集采国产仿制药没有问题这个结论。不知道胡锦老师打肾结石用的是集采的麻药还是原研的麻药，碎石的机器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我是建议下一次胡锦老师，因为肾结石还会发的，下次最好用集采的麻药，机器就用咱们国产的，劲儿大彻底碎得干脆。后面胡锦老师又和稀泥又开始打一棍子给人揉一揉，说因为有了权威的有数据支撑的结论，就对之前临床医生们表达经验性意义进行上纲上线，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你看看最后胡锦老师说这件事应该软着陆，推动集采药的扩大使用，同时也让笃信并且用惯原研药的患者至少能够自费继续用药，让时间慢慢化解这当中的分歧。我觉得这样最好。借用一句广告词吧，不看广告看疗效吧。总之胡锦老师为他1个月2万的退休金还在发挥余热，但是我还是劝胡锦老师要小心一点，不要帮倒忙。有的时候你认为你这是在帮忙，实际上你是在帮倒忙。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